下，适应一下。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OK， 好，谢谢。诸天哪，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的阿爸天父，因着你，我们得着永生的盼望；因着你洗净我们的罪，在我们欢庆你出生的日子，我们也不忘记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挽回的祭，让我们重新与你和好。在这感恩的日子，让我们一同唱歌跳舞来扬声赞美你，我们的主。我们同声祈祷，是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敬拜小组。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一同在主日能够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若我们身体许可，我们一同站立。我们向两边的说，我们一起来敬拜主耶稣。主耶稣。
欢腾，救主降临，大地迎接君王，为人中心预备地方，诸天万物歌唱，诸天万物歌唱，诸天万物歌唱，普世欢腾，主旨万方，万民高声歌唱，田野江河，山石平原，响应歌声嘹亮，响应歌声嘹亮，响应歌声嘹亮，普世欢腾，普世欢腾，救主降临，大地迎接君王，为人中心预备地方，诸天万物歌唱，诸天万物歌唱，诸天万物歌唱，普世欢腾，普世欢腾，救主降临，大地迎接君王，为人中心预备地方，诸天万物歌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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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降生在世上，为我们有盼望，有永生。绿色树下堆满礼物，彩色卡片围绕火炉，笑容在人们的脸上流露，喜乐从音符画出。爱我们的阿爸天父，在前爱子为宝贵救赎，他的降临揭开了救恩的序幕，就是主耶稣基督。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闪烁的光彩之中，我禁不住歌颂。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永恒的应许中，耶稣是最美的礼物。绿色，绿色树下堆满礼物，彩色卡片围绕火炉，
笑容在人们的脸上流露，喜乐从音符画出。爱我们的阿爸天父，在前爱子为宝贵救赎，他的降临揭开了救恩的序幕，就是主耶稣基督。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闪烁的光彩之中，我禁不住歌颂。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永恒的应许中，耶稣是最美的礼物。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闪烁的光彩之中，我禁不住歌颂。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永恒的应许中，耶稣是最美的礼物。在这永恒的应许中，耶稣是最美的礼物。起来，众主信徒，快乐又欢喜。起来，一起来，大家上玻璃河，来朝见神意，天使往已降生。起来，虔诚同敬拜，起来，虔诚同敬拜，起来，虔诚同敬拜主基督。众主信徒，快乐又欢喜。起来，一起来，大家上玻璃河，来朝见神意，天使往已降生。起来，虔诚同敬拜，起来，虔诚同敬拜，起来，虔诚同敬拜主基督。起来，虔诚同敬拜，起来，虔诚同敬拜，起来，虔诚同敬拜主基督。起来，虔诚
仍然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宣告我们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神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们，阿们。会众请坐。让我们一起翻开路加福音1章64到55节。由我来请，会众来应。那麻烦大家印的时候，就是看黄色的字。路加福音1章46到55节。我心尊主为大，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臂膀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微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怜悯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接下来是点烛礼，我们以点烛仪式来提醒基督的再来。今天让我们点燃第4根蜡烛，以信心盼望彼此服侍，来预备迎接基督的来临。公祷，让我们一起为普世的需求祷告。让我们为非洲国家肯亚祷告，让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让国家百姓能够认识基督信仰祷告。为台湾卫理公会南教区教会祷告，小港卫理堂林大圣牧师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灵健康祷告。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福与聪明智慧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的人民。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受到完美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祷告。最后，让我们为台湾第一防线工作的医护人员、军警人员祷告，愿主赐福他们工作顺利。让我们一起同诵神教我们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与会众一起同乐。我们请主日学小朋友上台。小的时候有着一个梦，12月的天空有圣诞老公公，他会带来礼物，他会带来祝福，可是等了好多年他都没出现。长大的时候有人告诉我，12月的天空耶稣为我降生，他会带来礼物，他会带来祝福，圣诞主耶稣是你我的帮助。没有圣诞老公公，只有爱我的主耶稣，赐给我喜乐平安，为我们带来祝福。没有圣诞老公公，只有爱我的主耶稣，叮叮当，叮叮当，耶稣给我们礼物。小小的时候有着一个梦，12月的天空有圣诞老公公，他会带来礼物，他会带来祝福，可是等了好多年他都没出现。长大的时候有人告诉我，12月的天空耶稣为我降生，他会带来礼物，他会带来祝福，圣诞主耶稣是你我的帮助。没有圣诞老公公，只有爱我的主耶稣，赐给我喜乐平安，为我们带祝福。没有圣诞老公公，只有爱我的主耶稣，叮叮当，叮叮当，耶稣给我们礼物。没有圣诞老公公，只有爱我的主耶稣，赐给我喜乐平安，为我们带祝福。没有圣诞老公公，只有爱我的主耶稣，叮叮当，叮叮当，耶稣给我们礼物。叮叮当，叮
风霜，面容多么慈祥。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它给我们带来幸福，大家喜洋洋。等一下，我们的小朋友他们很不容易能够上来献诗哈，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祝福好吗？好，我们为他们祷告一下哈。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小朋友、为我们的儿童来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的小朋友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我们教会看到新生命，也看到许多未来美好的样式。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祝福我们的小朋友们，他们在这里有美好的学习跟成长，也祝福我们的老师们、我们的教导者，他们都蒙恩，让他们所教导的都让小朋友吸收，使他们能够成为将来为主所使用的器皿。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再次谢谢他们哈。好，谢谢小朋友的舞蹈，相当不容易，练习了很久，对我也有点不容易，有点喘。接下来我们请蔡家庆弟兄为我们攻读今天的经课。今天的经课第一处在路加福音1章39到45节。路加福音第1章39到45节，在新标点和合本是第62页。路加福音第1章39到45节，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迦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到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的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第二处是在希伯来书10章5到10节。希伯来书10章5到10节，在新约圣经246到247页。希伯来书第10章5到10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以上是今天的经课。接下来由我来攻读弥迦书5章第2节到第5节，在旧约的133页。弥迦书第5章2到5节。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是从
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上帝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以上是神的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诗班献给神最好的诗歌。让我们请诗班献诗最好的礼。我仿佛看见天使在跳舞。我们请诗班。
谢谢诗班非常美妙的乐声，让每位会众的脚趾头都忍不住都在地上跳舞。接下来我们请我们本堂的蔡伟文牧师为我们洗礼。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高兴，因为圣诞节是一个快乐的季节，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感谢主，让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儿女回到神的家中，这是何等美好的事。那我们今天要来见证有2位他们要来受洗，成为我们的教会的一份子，也是上帝家里的一份子。那我要先跟大家介绍，有2位他们都是女性，但是一位是大人，一位是小朋友。那他们今天都是来到我们当中，要来进入我们的这个教会的大家庭的里面。好，那我们要先为我们的成人来做洗礼跟介绍。那要请这个谢美玉姐妹还有她的陪伴者，我们的来好姐来到前面来好，请你们转到这边来这边没有转过来对，这个第一次要受洗有点紧张好，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谢美玉姐妹，她是来好姐从这个卫武营带过来的。那每天早上来好姐都会到卫武营去运动着就把这个人给带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小看你要早上去晨运的时候，那也是一个介绍跟带领人的机会。愿上帝来祝福，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美玉姐妹，她现在愿意决定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来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份子好，那请美玉姐妹，请你转过来好，那早上我们已经有一个家庭，他们在台语堂已经转入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那我常常讲一个事情说，虽然是要受洗，但是不要以为只是一个洗礼而已它其实还有很多的程序跟步骤的，我们要一关一关的考验他们。因为各位知道上天堂路，各位如果有看过蛙人上天堂路，那一周是最苦的一周，
也是要最后的决定的一周，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洗礼是一件高兴的事情。洗礼其实是一个你要经过那个天堂路才能够进到天堂的里面。所以牧师要问我们的美玉姐妹几个问题，那你听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来回答好，我们来为美玉姐妹来问几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来见证美玉姐妹的洗礼，我们为她要来前来受洗，即表欢迎，为她来感谢上帝。我们祈求他们今天所受的不仅是水的洗，而且是打开心门，让圣灵进到他们心中，基督住在他们的心里面。现在美玉姐妹要请你在众人的面前来见证你的信仰，表达你前来受洗的心愿。我问几个问题：你愿意真诚悔改，相信耶稣，因着耶稣的宝血救赎，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吗？大声一点。好，有听到了，可以。最近牧师听觉比较没那么好好，来第二题你愿意因受洗而加入基督教会的团契，与弟兄姐妹有美好的交通，学习侍奉上帝，勤读圣经，常常祷告，热心奉献，为主做见证吗？好，愿意好，不要急，还有第三题你愿意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在日常生活上又愿爱人如己，在信仰上持守圣经纯正的真理，在生活上谦卑仁爱，努力遵行上帝的旨意吗？好，愿意好，我们的美玉姐妹已经回答了3次她的意愿，那我们现在就要为她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洗礼因为我比较矮，所以要高一阶谢美玉姐妹，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阿们，阿们，阿们。好，谢谢。好，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愿意常常为我们的美玉姐妹守望祷告，你愿意每天为她来祈求上帝，愿意为她来这样来祷告的，那我们就可以从位置上，我们可以站立起来，我们来为我们的美玉姐妹一起来祷告无所不能的天父上帝，求你应允我们的祷告，使今天受洗的美玉姐妹有圣灵的印记，列名于主基督忠实门徒的行列中。又愿主把丰盛的恩赐赏赐他，使他心中常有主的平安和喜乐，在生活上流露基督的香气和仁爱，使别人看见他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他在天上的父。这都是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好，美玉姐妹，请你转过来看每天有多少人愿意为你这样来祷告好，我们来拍手来接纳我们的美玉姐妹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好，谢谢会众，请坐下来。好，那我们教会也要自赠一些的礼物，所谓的礼物当然就是要证明他是我们的会友，所以我要请我们的执事会主席，我们的好，我们的荣明兄请他来帮我们颁这个受洗的证书对，来，你转过来请你转过来，对，好，我们其他的就是会后再来拍照我们就先给这个教会的礼物好，会有证书，还有我们的这个教会自赠的礼物OK， 好，谢谢。好，然后好，来，请坐我们就那个会后，因为这个程序我们必须还要进行下去所以我们让会后再来做这些的安排。再来，我们要为小儿做洗礼。那小儿洗礼，各位应该要知道，小朋友恐怕很难回答，因为早上我们的主安就已经很腼腆的看着我了所以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告诉他。但是呢，
重要的不是小儿，是他的爸爸妈妈要来应答这样的话，所以我们要请这个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到台前来，好吗？哦，你看他在跟大家招手了啊。好，来，请跟大家见面一下，来转过来，好，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今天的主角叫做徐祖安啊，他是在2年前，对不对？1岁多嘛，1岁多大概1年多前他就来到世上，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很高兴他的迎接，而且他来的时候刚好是过旧历新年的时候所以是一个非常高兴的时刻。那他也1岁多了，那我们要为这样来献上感谢跟感恩。但是刚刚也讲了爸爸妈妈我们要隆重介绍一下，这个是徐忠强弟兄还有他的母亲洪一静姐妹他们愿意在上帝的面前跟众人的面前来见证跟应答这样的一个问话好，那请你们转过来好吗？好，刚刚讲到了小朋友其实是爸爸妈妈要看管的，直到他成人长大的时候，所以真正要应答的不是小朋友，而是他的父母亲所以我们卫理公会接受小儿洗礼，但是父母亲的责任重大，所以我们要请父母亲还有小朋友来做这样的一个应答好，请听圣经的话。有人带着小孩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责备这些人。耶稣看见了就生气，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好，现在我要来问我们的这个小朋友的父母亲因为小朋友目前不能够应答，所以我们要请父母亲来回答这样的一个问话。你们是否愿意承担这个责任，靠主的帮助，自己尽心竭力来照顾这个孩子，让他能够做一个好的儿女，能够有好的榜样来学习效法你们，凡事敬爱上帝，服侍主耶稣基督。你们愿意吗？我愿意好，我们听到父母亲的应答，但是不要紧，还有第2题确认再确认，这是需要的。好，我们再请听亲爱的我们的父母亲钟强还有一静请问你们是否愿意教导小朋友，当他在主日成长的时候，教导他明白奉献和受洗的意义，并向他讲解圣经的故事真理，带领他进入教会的团契，如主日学、青少年团契和主日礼拜的活动当中，使他们遵行圣经的教训，发展完美的人格，得上帝和众人的喜爱。你们愿意吗？愿意好，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父母亲的这样的应答，那我们就要为这个小朋友来施洗。记得我们的小朋友叫做徐祖安好，来，我们要帮这个小朋友施洗没关系。来，徐祖安姐妹，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阿们。好，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愿意每天来为这个小姐妹祷告，愿意每天关心她、爱她，愿意每天照顾她，那么我们就请从我们的位置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为他们来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今天你卑微的仆人奉你的名为我们的徐祖安小姐妹施行水的洗礼，但愿圣灵的恩膏也同时降临在她小小的心灵和生命中，使她就像主耶稣一样，她的智慧和身量在上帝和人喜悦她的心都一起增长。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好，主啊，你看有这么多叔叔、伯伯、阿姨们，还有哥哥姐姐，他们要为你祷告来跟他们招手一下，我们拍手来欢迎我们的小姐妹好，一样，我们请荣明兄来致赠我们的受洗的证书，请弟兄姐妹坐下来我们要请荣明兄来致赠这个洗礼的证书，还有我们的礼物
好。我知道大家很迫不及待想要跟受洗者拍照，但是请 hold 住你们的冲动的心，好吗？然后我们等会后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来这样的一个照相哈。好，谢谢。好，弟兄姐妹，那我们就预备要来领受上帝的话。那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各位知道，有时候我们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有时候都会遇到零钱不够的时候。有一天，一个阿嬷去这个超市的时候，她去买个东西，要350块，结果她就丢了400块给这个超商的店员。然后超商店员因为没有硬币可以找，他就问这个阿嬷说：“阿嬷，你有50吗？”结果这个阿嬷跟他说：“哎呀，我的儿子都40几了哎，我怎么只有50呢？”这样听得懂意思啊？其实他要问的是阿嬷，你有没有50块钱，不是问他你是不是50岁啊？所以千万不要误会。所以，但是女生都喜欢年龄可以再降一点哈，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如果听到也高兴了啊。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最近我看了一个图，让我相当的感受相当的感动哈。各位，这个是在瑞典的地方，它的一个爱心的举动，在墙上挂了很多的外套大衣，然后它上面写一段话，他说：“你要是冷的话，就拿一件；那如果你要帮助人，那么你就挂一件。”各位，其实我们高雄现在也是蛮冷的哈，我们从来很少高雄有这么冷的时候，但是你可以想见，我们这里这么冷。那北部的地方或是其他地方，也许是更加严寒的时候。他这里提到说，你要是冷的话，你就拿一件，你拿到的就是恩典，因为不用钱，你就可以拿到这个。但是如果你想帮助人的时候，那么你也可以挂一件衣服在上面。所以他说，白白的得来，也白白的舍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恩典就是白白的得来，所以当恩典白白得来的时候，我们也应当将这个恩典白白的给予一些有需要的人。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点上了第4支蜡烛哈，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蜡烛已经点上4支了，只剩下中间这一支白色的蜡烛。它其实是有一个用意的，在圣诞节前的4个礼拜，每个礼拜点1支蜡烛，预表将临期，就是耶稣即将要来到。那这一周是第4周，也是最接近圣诞节期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那这一周的主日叫做平安主日，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点上第4支的蜡烛，表示我们等候基督的降临，并且平安临到我们。最后在圣诞节的那一天，我们才会把这个白色的蜡烛点上来。所以当然我们现在因为时间上已经不像以前会放假，不是因为圣诞节，以前会放假是因为隔天叫做行宪纪念日，所以我们隔天放假，所以礼拜这个24号的晚上是可以有一些的规划跟计划，比如说有活动或者是晚会。那25号是可以就是休息的时间。那所以前几天有一位姐妹就问我，她说：“牧师，为什么我们现在24号不去这个整晚彻晚的去报佳音？”我说这个时间上恐怕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我们可能隔天还有弟兄姐妹要去上班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受时间跟环境的限制。如果你愿意，你现在就可以开始成为一个报佳音传喜信的人，不必要等到24号。当然24号我们会有教会一起的报佳音的时间，所以也跟大家先预告，如果你想要参与教会的报佳音的行动，请你在24号的晚上6点半的时候可以到教会里面来，我们会一起练诗。7点钟我们就会出发到社区去报佳音。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时间点做把握。那当然今年也有一个小组，他们要愿意去家庭里面做这样的一个报佳音的行动。我们期待报佳音不是只有某些人，是我们集体的行动，是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去做的。包括我们的小组愿意去家庭里面报佳音的时候，这也是一个美好的时刻，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可以有机会领受到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行动。愿上帝祝福我们，不论是我们用小组报佳音，或者是我们去社区报佳音，或者是你个人式的去报佳音，我们都愿主帮助我们能够将平安的信息能够传递给我们的身边的人。愿上帝祝福我们。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的这段圣经是一段极其重要的圣经，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耶稣降生在什么地方。在旧约时期的时候，就已经把耶稣降生的地方、地点已经说明出来。所以各位如果常常在圣诞节期的时候听到有一个故事，就是一群博士他们就要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要来找这个降生的新生王在什么地方的时候，这些博士他们并不知道这个王在哪里，所以希律王他就问他身边的这些的人，包括大祭司，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各位如果有看过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他说基督降生在哪里？伯利恒的以法他，对不对？好，那经文在哪里？就在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里面。那我们要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弥迦先知，他是在主前的将近在500-600年的时候，他所这个在的时期。那我们看一下他同期的有哪几位先知哈，包括弥迦先知，还有以赛亚。以赛亚先知也是很有名的，他们两个的内容跟讯息常常是相近的。包括以赛亚常常提到说，有一婴孩赐给我们啊，他说他的名要叫做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当时的时间离耶稣真的降生将近500-600年的时间，但是他们已经预言到耶稣要降生，并且要降生在伯利恒的事情。在北国有另外2位先知，叫做阿摩斯跟何西阿，那时候北国还没有灭，所以我们那个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哦，原来在这个时期有这几位先知在同一个时期在做见证，跟这个当时的世代来宣讲上帝的信息。好，各位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伯利恒的地图，上面这个红色字的这个字叫做伯利恒，那它离耶路撒冷并不远，但是它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名的小镇。这个名字的意思，伯利恒的意思叫做面包屋，听得懂意思吗？面包屋意思就是它是生产小麦的，它是有生产很多的麦子的地方。它是一个小镇，但是它周边是有很多很多的农地是在种麦子的。以法他是什么意思？以法他就是丰盛跟丰富，或是这个美好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在伯利恒的以法他这个地区，一个丰盛美好产麦子的产麦子的地方的那个小镇里面，出生了一个婴孩。这个婴孩他不是在耶路撒冷城出生，他不是在罗马城出生，他是在一个名不见经传，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农业区的一个地方出生的一个婴孩。这个是现在的伯利恒的图像，给大家看一下。以前早期这里都是农地，现在因为人多了，所以大概都会有很多的人口居住在这个地方。但是你看到这么青翠的地方，就知道那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种麦的地方。他们当时很多的农作物在这里种植，所以耶稣常常在讲一些在圣经里面常常讲一些讲道的时候，他并不是用很高深的学问，他常常会告诉我们弟兄姐妹说天上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还有包括这些撒种的比喻，都在农地里面出现。所以你可以想见，耶稣从小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农场、农地，或是这些在生活当中他触手可及的这些的事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话并不难懂。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把上帝的话弄得好高深，但是事实上上帝就告诉你，他的话就是平铺直述的，就是这样的贴近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上帝的话进入你的心里面，不需要高言大志，但是需要认真的去倾听上帝对你的说话。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第2节的经文。今天的圣经第2节里面提到这样的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一起念来。伯利恒的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降生，他是在公元前大约2000年前，我们现在叫做2020年，2020年前，耶稣降生在这个世界。但是在这个之前的500年，这个先知弥迦他就已经预言，这位基督将要降生在这个伯利恒的以法他。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看起来好像耶稣是2000年前降生，但是其实他是最早的时候，在太初的时候，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
它就已经存在。所以我们现在庆祝耶稣的降生，也许2000多年的时间，我们庆祝他的降生，但是事实上，它的根源是最早太初的时候，它就已经存在。所以我们说，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是一同永生、一同掌权的，意思也是这样。在太初的时候，耶稣就已经与神同在，并且他降生来到世上。但是各位可以看到一个事情是，世上有很多的小婴孩，他们成为国王，因为他们成为国王，所以让许多的人来服侍他。地上的君王要人来服侍他，因为他是一个国王。但是天上的君王，他来却是要服侍世上的人。耶稣说：“我来是要来服侍，并且要为众人来死，为众人来服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国王地上的国王要人为他来服务，并且要为他来死。但是天上的国王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却是为众人来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这个国王不是要成为这个地上的哪一个大国的掌权者，而是要成为我们心中的王。所以请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9章6节，我们来念一下这段经文，这也是以赛亚对耶稣降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预言。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一起念来。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王。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来降生在世上，他要成为我们的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他是永在的父，是和平的君王。他来不是只是来过个人生的日子，并不是这样，他来是要跟我们在一起，并且他要将真正的平安来赏赐给我们。我们来看一下，在弥迦书的5章第4节的地方，他提到什么样的事情？耶稣来，他有一个极重要的目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4节，一起念来。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上帝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降生来，他不是要建立一个极大的国度，或者是要建立一个极大的世上的这样的一个君王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国度。他来是要在我们的心中掌权。过去以色列人或是过去的犹太人，他们的概念里面，百姓其实是很无知的，好像羊一样，需要有牧羊人的引领，而牧羊人就是一个管理跟治理他们的人。所以各位，其实牧养这个字不是只有在这个游牧民族里面，在华人的圈子里面，对牧养这个字也有一个定义跟概念。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念《三国演义》，因为我蛮喜欢念《三国演义》的。各位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刘备，知道吗？刘备他曾经做过一个官，叫做豫州牧，知道吗？牧那个字是什么？就是管理者，就是长官的意思。所以豫州牧意思就是他是豫州的地区的长官。所以牧羊人也是一样，他是管理跟治理的。所以耶稣来治理他的羊群，治理他的百姓，要使他们怎么样安然居住，并且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耶稣的掌权不是地上的国度，而是内心的国度。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人问耶稣说：“主，你的国在哪里？”耶稣说：“我的国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他说：“我的国是在人的心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心是不是让主耶稣来掌管？你的心是不是让耶稣来掌权？这位君王有没有降生在你的心里面？还是你只是让他在外面的地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0章14节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来，他要牧养他的群羊，牧养我们这一群小羊。我们是否听到他的声音？我们是不是认识他，并且我们这些上帝的羊群有没有听到上帝对我们说话？昨天我们的美玉姐妹在上最后一堂课的时候，我特别有提到这个事情。祷告是我们跟上帝说话，但是读圣经是我们听上帝对我们说话。所以每一天你是否听到上帝对你说话？如果有人问说：“牧师，为什么我听不到上帝对我说话？”那恐怕你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把上帝的话放进你的心里，
上帝每一天对我们说话，只是我们是不是有听到他对我们的说话。第5节的前面的这个地方，我们告了一个段落。第5节的前面这里提到一个重要的宣告，我们看一下第5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一下第5节这里前面的地方，一起念来。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来要成为我们的平安。这一周叫做平安主日，你是否让耶稣做你的平安？世上的君王很想带来平安，但是他们总没有办法。在哪个地方在他们治理的场所里面，总会有纷乱纷争，或者是这些的伤害。但是在耶稣的治理下，让我们的心能够得着真正的平安。我们需要思想一个事情是，我们是不是让我们的心能够空出来，让耶稣能够进到有一个地方可以进到我们当中来。各位知道2000年前耶稣降生的时候，一个马槽容让耶稣在里面的时候，耶稣来改变了世界。如果今天你的心能够有一个位置，让耶稣住在里面，你觉得耶稣能不能改变你的生命？你觉得耶稣能不能翻转你的状态？你觉得耶稣能不能够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的心里需要有个位置给耶稣在里面。圣诞节不是只有看到这个光明的圣诞树，或者是这些的装饰，或者是这些美好的装饰，我们的心是不是有容一个位置，一个空的位置，让耶稣来住进去？所以神的平安是无人能够给的，上帝给的才是真正的平安。世人给的也许有平安的保证，但是没有办法给真实的平安，唯有耶稣才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平安。腓立比书4章6到7节提到这样的话：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一无挂虑，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我们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会把出人意外的平安，就要这样的来赐给我们。所以耶稣来，他也体现上帝的爱。我们来看一下，在约翰一书的4章8到9节，他说：“因为神就是爱。”他说：“神就是爱，他差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并且活着。在此，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有人问说：“神的爱在哪里？”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上帝向我们彰显他的爱，他把他最宝贵的赐给了这个世界。也许有人会说，耶稣来跟我有什么关系？耶稣来，他代表上帝把他的宝贝、最宝贵的爱子赏赐给了人间。上帝把爱给我们，而我们回应给他的是什么呢？所以当我们领受从神那里越多的时候，我们求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爱心跟能量，能够给出去，让我们能够多领受的时候就多给出去。特别在这个圣诞节期的时候，很多人拿到礼物，但是我们能不能在拿到礼物的时候，同时也给礼物出去，让别人也因我们得帮助？我们常常在唱平安夜、圣善夜，那是不是我们看到这个平安的盼望？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这个世界所没有的这样的平安，是从上帝而来赏赐给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几个提醒给我们弟兄姐妹。第一个，耶稣才是圣诞节的主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诞老公公是因为有这个圣诞节才有的这个身份，而不是他是成为圣诞节的主角。所以今天小朋友唱的那个叫做没有圣诞老公公，只有爱我的主耶稣，这才是对的。所以让小朋友从小知道，不要用圣诞老公公去取代了耶稣，因为耶稣才是圣诞节的主角。我记得30年前，我在在淡水念书的时候，我们常常跟淡江大学做一些的联谊。那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通常都会有圣诞舞会，知道那个圣诞舞会那个声光效果 party 好厉害，但是呢，假圣诞节之名，然后办这个很丰盛的宴会，你可以想见。主角生日的那个人没有被邀请，但是很多人去参加那个生日会，你可以想见那样的情况。所以没有耶稣的圣诞节不是圣诞节啊。好，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以马内利，以赛亚书说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或许圣诞节有很多人也是只有一个人哈，
有很多人可能自己只有一个人在过这个圣诞节，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所以你绝对不是一个人。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好像在圣诞节当中格格不入的时候，不要忧虑，不要担心，因为耶稣也常常被拒绝，甚至这个 party 是他的，他都被拒绝了。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你不是一个人，因为耶稣与你同在。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说，第10章第4节，他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来不是要拆毁，不是要来伤害，耶稣带来不是这些的杀害，而是要使我们能够丰盛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耶稣来不是只有给我们生命，而且那个生命是丰盛的，是丰富的生命。所以圣诞节是上帝白白给我们领受恩典的机会。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圣诞节的时候看到这是耶稣的日子，不是我们哪一个人在那里凸显的日子，或是哪一个场所，或是哪一个舞会宴会，耶稣才是真正的生日的主角。第二个，耶稣降生是上帝爱的行动。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1章21节，这里提到的耶稣来的目的。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来做什么。21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1节一起念来。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名字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救就是一个行动，拯救就是行动，上帝是有行动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上帝没有动手，上帝动手了。上帝的动手就是透过耶稣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爱从来不是口号，而是付诸行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是只有叫做嘴里面讲爱，而我们的行动上却没有爱。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英国在几年前他们有一个教会推动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不要把礼物带回家。好，不要把礼物带回家是什么？因为你在圣诞节的时候，你会得到很多很多的礼物，所以他们推了一个运动，就是当你回家的时候，请你在路上走的时候，你就把礼物送掉，不要把礼物带回到你的家。因为在路上你会看到有比你更需要的人，或许你的礼物很棒很美，但是你很想要留，但是如果你看到有比你更需要的，你可以把礼物送给他。所以爱从来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行动。如果你觉得你的礼物很好，那么你应该给予那个更需要的人，因为他们会需要这样的礼物。好，所以在圣诞节期的时候，好好去关心一个有需要的人，胜过办一场盛大的圣诞宴会。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过圣诞节的时候去思想哪些人是我应该去关心的，哪些人是我应该要付出去关爱他的。不一定我要有办法给很大的礼物，但是如果可以给一个拥抱，一个微笑，也许就对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礼物了。所以去爱，让每一个角落充满耶稣的爱。上帝把我们差派到世上的各个角落，我们也许不一定能够当宣教士去宣讲上帝的爱，也许我们不一定可以上台来讲上帝的爱，但是你可以在你的社区，在你的家附近，在你身边周围的地方，能够去传讲主耶稣的爱。第三个，耶稣来是上帝所赐的平安的礼物。所以最伟大的礼物不是放在圣诞树下，最伟大的礼物是挂在十字架上。所以最伟大的礼物，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姐妹你收到了没有？愿上帝祝福我们，让这个最伟大的礼物，我们看到的不是放在圣诞树下的，而是放在我们心里的，挂在十字架上的。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就是爱的源头，这份爱是最好的圣诞礼物。愿上帝祝福我们，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圣诞礼物。所以圣诞节的寿星来不是来收礼，而是来送礼的。他来了，而且要给人礼物，就是丰盛的生命。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帮助人，让人因我们能够得这样的丰盛的生命。所以圣诞节接受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这位奇妙的救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期待圣诞节收到漂亮的衣服，也许你期待圣诞节收到美好的这个电动玩具，或者是你可能希望收到一份什么样的礼物，但是这些有一天都会过去，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最美的礼物。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要提到这一节圣经，路加福音2章14节，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他所喜悦的人，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有平安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也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透过今天弥迦书的信息，让我们看见你降生在伯利恒，也为我们这个世界带来影响，使我们能够得着改变。这个世界因了有耶稣而改变。主，愿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有耶稣住在里面，让我们也因着耶稣改变我们的生命。愿你来施恩于我们，让我们的心留出一个空缺，给耶稣的平安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接下来我们来金句背诵，因为很久没有遇过这么短的金句了，所以我们一起背诵3次哈。第3次麻烦大家把眼睛闭起来。来，我们请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弥迦书5章5节。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弥迦书5章5节。最后一次，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弥迦书5章5节。我相信都已经烙印在各位的脑海当中了。接下来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平安夜》。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多少思想也多少天真，尽享天赐安眠，尽享天赐安眠。我们请丝线同工到台前来。让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一切的根源，因着你爱子我们有永生的确据，有平安在我们心。当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有留个位置，就像是诗歌所说的，能与主轻松在心中跳舞的位置。在我们领受丰富有余，
有余的时候，让我们献上所有，为主所用，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会众请起立。接下来我们来介绍2位新朋友。第一位是吴思贤，是路德师母所介绍的。请问在你好，一次欢迎，永远欢迎。第二位，你好，第二位是苏秀芳小姐嘛？你好，这是介良老师所介绍的。你好，一次欢迎，永远欢迎，请坐，谢谢。接下来我们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唱到副歌的时候，请大家拱手问安。接下来我们报告，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快速的报告一下。那首先呢，今天是圣诞主日，教会已经有预备2022年的月历，分送给每一个家庭，麻烦跟弟兄姐妹到1楼的招待桌领取。那我们也非常恭喜今天美玉姐跟
祖安的受洗，我们还有李温成跟于翠凤加入我们这个荣光堂的大家庭。那请大家注意，就是12月24号周五晚上有报佳音的活动，麻烦大家注意时间、集合时间还有出发的时间。那么我们的6楼目前大家还是非常如火如荼的在展开当中哈。那目前在进行冷气空调的工程，我们还有一些捐款奉献的需要大家的支持。那么我们11月的约定收支表以及12月的执事会的记录都已经张贴在公布栏了，麻烦大家参阅。那制服艺人课程已经预备要结业了，为各活动的顺利祷告。那么教会的2022的各个课程成人主日学、红本门徒、新约导论的课程，都有要继续新年度的要继续的举办，麻烦大家为这个祷告，也麻烦大家参加。那么再来是元旦的1月1号办公室休假，然后1月2号为第一主日周一的圣餐主日，麻烦大家要预备要参加。再来是2022的3月7号到3月9号有马祖的探宣队那是由赵文弟兄来担任领队。那么12月26号的主日后，在201会进行召开说明。那有这个要预备参加的弟兄，麻烦来参加这个注意这个说明会的时间。好，接下来我们再持续的为肢体消息祷告。以上是我们今天的报告。好，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点简短的报告哈。我们24号的晚上要去报佳音，那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报名，今天是最后的时间让我们办公室能够有做很好的一个预备跟安排哈。所以如果各小组或者是弟兄姐妹，你愿意来参与这个报佳音的行动，请记得跟我们的干事报名。那我们在24号的晚上6点半的时候，我们会做练习。7点钟我们会从教堂出发，然后会往和平路、往广西路的方向走，然后沿途会经过到那个和平路跟广西路的交叉口，这个玉山银行前面，然后还有光华国小的门口附近，我们会在那边唱诗，然后再来就会到这个光华路的跟广西路的这个交界，就是我们的夜市的那个附近哈，那个果汁店那边，我们会在那边唱歌，然后再来就会进到广西路的旧堂的位置，以前我们的广西路的旧堂的地方，然后再来进到微笑时代的那个广场这边，虽然你不一定笑得出来哈，但是我们还是要去那边报佳音。那但是我们最后一站会在那个福茂首席的地方，我们有一位姐妹她愿意开放她的社区来给大家做最后一站的休息，所以我们的路线大概是这样的安排。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参与。那当然如果小组愿意去各个家庭报佳音更好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如果家里有需要报佳音，那需要你的小组小组长带着小组员一起前往也可以。那我们也都欢迎弟兄姐妹来做这样的一个事工。那我们有在报佳音的当中准备了福音单张，这个福音单张很特别，是口罩口罩福音单张，还有简单的这个儿童的一个绘本。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出发的时候可以来索取，来用来做报佳音的使用。那另外26号就是下个礼拜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说明会，就是我们明年希望3月初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到马祖去做探宣。那各位可能不晓得探宣的意思，就是探访宣教。那不是做短宣因为短宣我们需要有一些预备。那探宣就是我们希望去探访那个教会，然后为那个教会关心跟祷告。因为我们卫理公会在马祖有一个偏远地区的教会，是我们很少去碰到的，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探宣的活动，也请在26号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说明会。但是要先跟大家先提醒，就是
这一次的探宣，我们没有任何的补助，没有任何的一个资源的供应，我们是纯粹自费的行程，所以请弟兄姐妹要做这样的预备。如果你愿意探宣的话，要做这样的一个准备。以上。会众请起立，我们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报好信息的人，使我们在圣诞节期的时候，也将这个圣诞佳音传递出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阿门，阿门，请坐。殿乐，在殿乐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和教会事工代祷。